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认识制作客家潮 T 的客家人廖景逢。他把1895年客家义勇军对抗日军的故事画在 T 恤上，特别的是他还到现场勘察景物，让潮 T 更具有故事性。本身是6对客家人，我爸妈都是。我们虽然是做 T 恤，以做 T 恤品牌为主，但是其实我们对考据这个工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每件潮 T 都有故事，这些都是廖景逢的设计。他本来在广告公司上班，想要唤醒民众重视台湾生态以及文化之美，所以自己创业了。那个冠羽画眉，这种台湾特有种。台湾特有的鸟类是他下一季的设计主题。而身为屏东内埔的客家人，他也把6堆客家义勇军抗日的英勇事迹画进 T 恤里，刻画出客家的应景精神。港港就是意思就是不低头的意思，其实它是一个不低头、不屈不挠的精神。我们就在去到屏东嘉东乡的步月楼现场去看它的房子建筑的形式，那去考据它就是它真实的样貌。很有风格的不只是 T 恤，连店都是很有特色。工业风的装潢不需要花大钱，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 DIY。这整个墙是用拼接窗户做成的，就是我们有找这种日据时代的，那像这旁边的油漆擦的乱七八糟的，这是眷村风格的。店内的设计全部都是2手货，因为客家爱物惜物的观念深植在他的心中。他认为经过改造，废物也能够变黄金。机车的车头灯，我们就把它拿来运用。然后这个脚呢是那个电风扇，就电风扇的脚。快木窗框变成了拼接椅，非常的时尚。而屏东老街的烫发机变成了活动灯具。然后这就是烫头发天头拿模哎哈。而这个重新改装的橱柜特色十足，但它原本是阿婆的嫁妆呢。真的是放在阿婆家，阿婆在用的。店内没有吹冷气，因为廖景逢希望能够传达环保简约的概念，他用他的方式一直珍爱着这片土地。鸟儿振翅，越过客家抗日的苦难，英勇飞向自由。白色的棉布承载一缕思绪，一页历史，在阿婆的嫁妆旁诉说感动时刻。